外公，外公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不是你外公，你给我滚！外公，你别这样，跟我回家吧。家，那不是我的家。湘北啊，湘北，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原来我说的话你根本就没放在心里面，在你的心里，你早就不姓陆了。外公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只是不想娶英英而已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想娶英英？我为什么非要娶她呢？她能帮我们报仇啊！你总是说要报仇，怎么报啊？吞并整个完美集团就是你说的报仇了吗？完美集团本来就是我们陆家的。我们陆家的东西，就是当年被大火烧毁的那个工厂而已。而完美集团，是童之行花了20多年的心血打拼出来的。我们没有资格说那是我们陆家的。当年，要不是他卷走了我们那笔订单，他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？再说那场大火，说不定就他放的。我们先别说那场大火到底是不是童之行放的，就算一切起因就是因为他当年的背叛，如果我们真的要算账，我们顶多就是让他连本带利还我们10家工厂而已，我们没有资格让他还整个完美集团给我们的。那还有你妈的死呢？我妈她不是童之行害死的，这笔账如果要算的话，也要算在我爸，顶多算在沈梦德头上。这么说，你是铁了心不报仇了？外公，你不要逼我了。我妈她生病了，她得了癌症，她已经剩不下多少时间了。什么？你说梁妈她癌症了？她让我来接你，她希望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生活。我想完成她的心愿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外公，我求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那咱们走吧。向北哥，今天练得怎么样？马马虎虎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对古典音乐没兴趣，都是我妈妈逼我练的。向北哥，今天给我带什么好吃的？那啊，又是这个！我都说了，我不是小孩了。你就是个小孩。来，给我。走吧，快吃吧。向北哥，啊，我帮你填好了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？向北哥，你当真了？我只是开玩笑，随口说说的。我是学古典音乐，怎么可能去唱流行歌呢？那你想看我登台表演吗？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好，那我就去报名。加油！你会不会突然想念，在熟悉的每一条街？这世界爱情有很多，结局会有几个？我们只能错过。就算又过了好几年，相遇熟悉的那一条街，相见结局。
处流年。莹莹，你没事吧？找我什么事？这是你做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为了这封信，我爸妈真的要离婚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陆向北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可以为那个男人做一切事情。康琪，你真心爱过一个人吗？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痛苦？莹莹，别这样。虽然陆向北已经离开了你，但兴许会有别人出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的倒轻松，你知道吗？陆向北要和童一念结婚了。我早有预感了。沈康琪，我真是低估了你。前女友都要和别人结婚了，你还可以这么淡定。你都说了是前女友了，新郎不是我，那不是挺正常的？再说了，我哥各方面都比我优秀，这一点我是承认的。你已经知道你和陆向北的关系了。我们全家人都已经知道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或许会有更多的人知道。很多事情都已经是这样了，我们就应该去面对。如果陆向北跟童一念结婚，我们就应该祝福他们。再说了，我们也许会找到更适合我们的。结婚这种东西，谁会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我们头上？你说的没错，结婚这种事儿，说不定会降临到任何人头上。康琪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结婚吧。莹莹，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康琪，我是认真的。莹莹，可能今天发生太多不愉快的事情了，但是婚礼不是儿戏。再说了，我们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，就算闪婚，也不可能闪这么快嘛。我知道，你今天之所以说这样的话，都是为了陆向北，你想报复他。但是，这么做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很舍不得童一念？我跟一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陆向北和童一念绝对不可能在一起，因为童之行绝对不可能答应。这样，你就可以追回你的童一念，而我也可以要回我的向北哥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们可以假结婚啊。假结婚？没错，陆向北坚持要娶童一念，是因为他还没有了解失去我的重要性，而童一念要嫁给陆向北，恐怕也是一时的鬼迷心窍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错下去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挽回我们的爱。这样行得通吗？
如果让我妈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发疯的。阿姨一定会同意的，她不是一直盼着我们两个在一起吗？如果她知道我要嫁给你，兴许一高兴会和你爸爸和好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点道理。如果让我妈知道了我要跟你结婚，那她跟我爸的关系一定不会搞得这么僵。然后我再逼他们筹办我们的婚事，那么他们的关系又可以重新走到一起了。那你同意了？这件事情有点太突然了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去策划，保证万无一失。等你追回你的同一念，我追回我的向北哥，我们就可以收手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多年都一个人住，妈来你这儿会不会不方便呀？说什么呢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外公已经在家里面等我们了。啊，外公已经来了。是啊，一会儿就见到他了。啊，他这人好相处啊。还行。外公，我妈来了。老人家您好。说吧，我也正好有事儿想和你谈谈。好。你就是梁妈？对，我就是梁妈。老人家今年贵庚？啊，都70古稀了。人到了这个岁数啊，牛鬼蛇神也见识了不少了。谁要是打什么歪主意，我眼睛是看不见，可我心里面是明白的。外公，我妈刚到，让她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心疼你妈了？嫌我啰嗦？向北，你到街口给妈妈买生煎，我今天特别想吃。那我去了。你跟我来。喂，一念，怎么样？梁妈和外公相处的还愉快吗？我在外面呢。你在外面？什么意思啊？外公要和我妈单独谈谈，我很担心。你不要担心，他们都是你最亲的人，他们会相处的很愉快的。就算为了你，他们也会好好相处的啊。也许是我多虑了。对了，你出门了吗？整装待发了。今天我准备好好的跟爸爸谈谈，等我好消息吧。一念，有些事情，我想。我知道你想什么。我爸爸这个人虽然平时严厉，也极力反对我们，可是他就我一个女儿啊，我要好好跟他谈，他会希望我幸福的啊。先这样吧。你穿成这样去骑马啊？怎么样？酷不酷？你别告诉我你是为了重新追求小马哥，连自己的风格都变了。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要当个纯粹的男人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
就为了陈杰西嘛。杰西啊，你看他这么优秀的男生，骨子里怎么就是个女人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改变一下，我要变成一个像男人的女人。别告诉我你喜欢的人是曾杰西啊！这么明显？杰西这个人不错啊，挺可爱的，又很幽默，支持你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他挺好的，可是他的行李箱怎么全是女人的东西啊？哎呦，我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啊？喜欢他你就问清楚嘛，没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呢。反正呢，一朵你选择谁我都支持你，fighting！走啦，拜拜。哦，不行，这件事我一定要好好调查清楚。哎呦，真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亮娃，你还记得这只皮箱吗？我知道，向北来的第一天什么都没带，他就带了这只箱子和一盏灯。从来不当着我打开，他不想我看，我也不看。这是小娟临死之前留给向北的。当年，小娟她变卖了所有的家当，带着向北拎了这只箱子。他们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沈梦德，可没想到这个当代的沈世美，早就把他们娘俩给忘了。这个沈梦德也太坏了。哎，不过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他毕竟是向北的亲生父亲啊。可他害死了我女儿啊！你看看这只箱子，小娟她临死的时候还拎着它呢，这上面还有我女儿的血啊！老人家，我理解您的苦，可是向北有他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他自己的人生。亮妈，虽然你对向北有养育之恩，可你也别忘了，向北他毕竟姓陆，他要做的事情，请你不要干涉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向北他是姓陆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把他当过外人。老人家，我搬到这里来，就是想能经常劝劝您，不要再逼向北。逼？我从来不逼任何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可有些事情他要逃避也逃避不了啊。你看看我这双眼睛，它不是天生瞎的，它是被人逼瞎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说我去对谁说理呀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老人家，您别激动啊。我们住在一起，咱们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好吗？哦，您饿了吧？我去给您做碗面，我做的面可好吃了。您要是喜欢，我天天都给您做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跟我走。别闹了，我还要拿早餐给我妈还有外公吃呢。我昨天晚上就差点想不开，如果你现在不跟我走的话，我马上死给你看。如果你不跟我走，我真的死给你看。别闹了。上车。知晓，你过来一趟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对，就现在。好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你怎么今天下午回来了？回来陪你吃早饭啊。陪我？哎，对了，
那天你打电话说烫着了吧？轻点。你说陆向北的养母她怎么了？生病了？哎，现在出院了，没大事吧？查出来是胃癌。胃癌？这么严重啊？你得打电话，你没说呀。爸爸，我今天回来有很重要的话要跟您说。等我吃完早饭好吗？爸，您先别吃了。我是想跟您说，我和陆向北，别一回来就跟我说陆向北好不好？他马上要做您的女婿了。好。你笑什么呀？女儿，你这个笑话可是闹大了。我没跟您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他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童一念，你的24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跟你说过，你是有未婚夫的。爸爸，你先别激动啊。童一念，你做的事情让我怎么冷静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陆向北是公司的职员，你不能跟他有任何瓜葛。可是你呢？你怎么能一意孤行，拿你女儿的幸福开玩笑呢？我没有拿你的幸福开玩笑，你想过没有？这一杯牛奶，一个鸡蛋都是来之不易的。我们童家一步步的走到今天，每个人都在做着牺牲。只要你还是我同志型的女儿，这件事就必须要听我的。爸爸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的未婚夫已经上门来找你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岑杰西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他已经跟你很熟了，说你们发展的很顺利，我没说错吧？杰西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跟我来。这个玉佩本来是一对可以合二为一，预示着龙凤呈祥，是岑杰西的妈妈当年亲手给我的。杰西的妈妈？对，我和他的爸爸妈妈20多年前就认识了。我们当年约定，你24岁这一天宣布这件事情，所以爸爸没有退楼。我要是不嫁给他呢？拿着玉佩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爸爸，我很想帮你，但不是用这种方式。我不知道你曾经跟你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约定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不爱岑杰西，我爱的人只有陆向北。你真是鬼迷心窍。不错，陆向北是救过你的命，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可是这跟婚姻没关系。更何况，他是个残疾人，是个聋子，他会影响你的一生，你知道吗？爸，我不管你怎么说他，我想告诉你，在我的心里，他比你的完美集团还要完美。我就是要嫁给他。你想清楚了？清楚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。你走吧。爸，从你离开这个家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再也不是我同志型的女儿了。您真的要赶我走是吗？不是我想赶你，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。既然你不想为童家做任何牺牲，童家也不需要你。你走，走。叔叔。哎，你着急出去啊？嗯。怎么了？又跟你爸爸吵架了？一定是为了陆向伟？不是我要跟爸爸吵。我真是替你委屈呀！你说你总是为了陆向北跟你爸爸吵架，你还像个闺女儿吗？
依依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跟陆向北之间就好比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啊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即便是在一起，这结局也必将是以分手收场。叔叔，我会一直跟陆向北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会结婚的。结婚？嗯。依依啊，别说陆向北是个聋子，即便是他一点缺陷都没有，你也不可能嫁给他。你别忘了，你有未婚夫，知道吗？你也知道这事儿了？啊，我听你爸爸说的。难道你爸爸没跟你说清楚吗？他跟我说了，我连未婚夫是谁都知道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更不可能嫁给陆向北了。叔叔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需要得到的是你的祝福，而不是你来拆散我们。我是祝福你啊，但我也不能祝福你嫁给一个聋子。叔叔，我不许你再这么说他，他耳聋心不聋。你呢？你心聋耳不聋。队长，哎哥，您找我？哎，是为了陆向北？一定是为了岑夫人吧？我发现你比以前聪明多了。我是谁？杰西卡回来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那个女人我太了解了。依依24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杰西卡的这关，我们必须要过呀。那大哥有什么高见？你不是手里还有公司5%的股票吗？先卖给我怎么样？哦，您说我手里的股票是吧？啊，没问题。这样，大哥，我回去准备，核算一下。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那我先走了。知晓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都是亲兄弟，有我一口肉吃，就绝不会给你一口汤喝。知道。那我先回来了，哥。好。各位，梁妈一向对我们很好，可是现在她生病了，所以我们要跟她一起度过这个难关，好好经营这梁妈私房菜。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就算她不在，我们也要打起精神，好好面对客人，做出最好吃的菜肴，招待四面八方的朋友，绝不让梁妈私房菜这个金字招牌给倒了。来，喊一喊我们的口号：餐内1分钟，厨房10年功。很好。好了，开工吧。希姐，你等一下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那个餐具消毒这个工作就是你需要回家。好，那你就先回家。应该的。好，一朵老大就是老大，跟他说话像伟人一样啊，这么有分量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迟到？不好意思啊，一朵老大，其实我今天是来请假的。啊？又请假？我知道我这样不好，不过我真的，我最近啊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能总待在这里。哎，拜托了，一朵老大，我知道现在店里人手很紧的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亲自跟梁妈解释一下。不用，我帮你跟梁妈说吧。这么好？哎呀，哥们儿就是哥们儿，够意思。哎，有件事我想确认一下。什么？有话问你。你脑子进水了？不可能啊！如果是那你的行李箱怎么全是女人的东西啊？太奇怪了吧！哦，我说呢，你想知道真相啊？走，跟我来。哎，是机场服务台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上次跟我拿错行李的那位女士找到了吗？找到了 ，yes。好啊，我一定来拿。好，拜拜。
样？都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啦，原来是拿错行李啊，那你就是100%买差了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你真是，哎，不过也很奇怪啊，你这么紧张，我是男是女的吗？难不成你喜欢我？喜欢你？怎么可能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喜欢的人呢是小马哥，对不对？我没事，我是你哥们儿嘛，我一定帮你千方百计的把他追回来。我也知道，你喜欢的人是童一念，不过他已经有意中人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。你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？那你还那么轻松？我说一朵老大，你就担心你自己吧。哎，我偷看了一下你的身份证，知不知道？你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。哎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湘北哥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当年我就是在这儿听你吹着口琴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真的很感动。我看到一个虽然耳聋，但是却无比坚强的人。我英英这辈子佩服的人并不多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真心觉得佩服的人。你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为了你，我去参加歌唱比赛，我登台演出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湘北哥！我真的离不开你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就在这里，外公第一次跟你说我要报仇的事？云云，外公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孙女儿。外公实话告诉你，我和湘北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，还要把她送到孤儿院，请人抚养，那就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她快快的成长起来。因为她要报仇啊！报仇？我们陆家破产，湘北的亲母惨死，都是一个人造成的。所以湘北他毕生的心愿，那就是要彻底打垮这个人。可对方又很强大。谁呀？他就是华彩集团的董事长盛孟德。盛孟德。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我为了你，连我爸爸都可以骗，你却因为这个理由不喜欢我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你不是也为了报仇去对付你的亲生父亲吗？莹莹，你不觉得我一直在利用你，去达到我的目的吗？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两个都会受到伤害的。借口？什么叫我们两个都会受到伤害？我不接受你这个理由。再听我一次，找一个适合你的人，找到了，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爱了。妈咪，我已经跟新闻网络打好招呼了。今天呢，他们会通过网络，让我们占领中国市场的消息发放出去，让我们下面的计划造势。好啊。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看重的，就是中国市场。如果他知道你现在那么能干，肯定会觉得很欣慰的。其实我觉得爸爸更希望看到你开心。我只是觉得很遗憾，本来我们可以称霸整个市场，可惜只差了一招。
最后却造就了童之行的传奇。哎呀，妈咪，等我娶了1年以后，童叔叔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希望我们养的是一条狗，不是一条狼。哎呦，妈咪，你干嘛说那么难听啊？好了好了，为了我的乖儿子，我就静观其变。对了，你应该做点正经事了吧？从那个临时住处搬出来，我有很多的事情要你去做呢。哎呀，说到我现在的住处，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呀。好啦，回头就收拾。杰西，哎，今天我有话要问你。真要告诉你呢，我啊就准备搬出去了，可能以后就不能见到你了。谢谢你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知道了，童叔叔告诉你了。原来真的是你。你早就知道这一切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嘛，就是我怕吓到你啊。其实一念，当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挺反感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父母还包办婚姻呢。哎，不过当我认识你、了解你的时候，你真的很好，你真的太善良了。所以一念，我觉得我这辈子，我一定要娶到你。杰西，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。没有误会，我相信我们俩一定能很快乐的在一起的。我一定要娶到你。一朵，哇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的。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个时候来干嘛？老坏了，真是。念，我走了啊。童一念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你要嫁给陆向北吗？你怎么会跟陈杰西？我都说了，你不要误会了。误会？我知道，陈杰西搬进来那天起，他就喜欢你。吃醋了？我哪有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原来我那个未婚夫是他，是我爸爸20多年前跟他妈妈定下的。我想他应该一定是误会我喜欢的人是他了。未婚夫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个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我还约了陆向北，我先走了啊。哦。向北，要妈妈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你坐会儿吧。我的儿子啊，人品好，相貌好，工作也好，还做了一手好菜。要是哪个姑娘嫁给我的儿子，那他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啦！
你有这样的一个儿子，你才是最幸运的姑娘。是妈妈幸运，才找到你这么个儿子。哎，童家和陆家的事，你不打算告诉一念啊？不打算。可这是件大事儿啊，你总不能瞒他一辈子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想让一念知道太多事情，让他对自己的父亲失望。我更不想让他心里面背负太多东西。那他要是先知道了，你们俩就完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办法怎么解决了。反正不到最后关头，我都不会让一念知道的。而且，我要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再跟他说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